在早期，交通没有现在方便，峨眉湖的居民为了工作、为了生活，需要往返两岸，是透过附近几座吊桥，可不是像现在的吊桥一样哦，仅供观光用的。这一站，我要沿着以前人的足迹，体验一下峨眉这里的复古生活方式。杭州呀，西毛埔吊橋呀，特別，咁所以下條半年來去呀兩樹三事情嘅樣嘅。啊，唔講你今日我帶啲我嘅吐露斯，我來嚟做一個金錢以外嘅調温哦。过去的社会是可以透过调温来交换一些生活用品，那是一种互信互助又不浪费的生活模式。在这里留下你用不着的。或是带走你需要的，让生活多一点温度。建志，来来嘞！你看，我了拜带我嘅吐露斯来捞唔掉温。回来来掉温。真的上次回来没有，他这么久没有回来之后，我们多了很多新的东西。真的，有吗？该像是这个从0岁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文字卡，小朋友的，对小朋友的，然后还有到我们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书啊，书也多了很多不同耶，的品类，然后还有像一些手做的包包啊，这是妈妈他们都会很喜欢。是，大家都拿你的用唔到嘅东西嚟调温哦。对啊，像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黑胶啊？它不是黑胶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型的 DVD。加 DVD。对。但没有 T 片跟播放器上做的有。对啊，对啊。真的，哇呀，看起来我们就会用不到的东西，看起来像宝贝耶，所以大家也会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换耶。真的，那个古董。真的，这个很有价值哦。真的。那我们这边的就是小规则，就是一个人一天只能拿2样东西。啊哈。对，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回到以前交工互助互信的时代。虽然讲很拿用唔到嘅东西来调温，可是呢，还是要是干净整齐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用唔到嘅东西来调温，老板透过最实在的方式传递爱物惜物的理念，非常敬佩。